土地公的信仰是客家人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信仰。那客家人称土地公叫伯公。虽然台南市客家人口分散，但呢，我们跟大埔福德祠合作。那一方面呢，也是把客家文化这个很重要的部分给找回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由伯公生这个日期跟在地多数的闽南族群一起来合作共同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有点渊源，有可能我们先人也是那个客家人的那个融合嘛，也有可能是先人也一起在这里经营这个我们大埔在那个客家语里面也是有这个大埔这个字的，也有啊。所以这次跟那个客委会这次的交流非常的圆满成功，也非常高兴希望下次也有机会大家在一起配合来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今天我们是帮贝公出售嘛，所以呢，我们特别打这个新钉板，然后大家自己制作之后呢，然后我们在祭典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来分送给我们的乡亲，给他们带来一天的好福，就是一年的好福气。重要的那个节日呢，我们都会盘花，这个花呢，花材通常都是来自我们自己家庭的庭院里面摘的，摘来之后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用盘插成这样圆圆一盆这样子。然后呢，象征它是非常的圆满，然后福气。我们也邀请剧团在接下来3月的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4场是我们的巡演的活动。那这个巡演儿童剧的巡演呢，也就是跟伯公有关系的这个戏码。那透过儿童剧，也让大家来认识客家的信仰。掌握时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土地公虽然是所有的台湾人跟所有的华人的共同信仰，但在客家里面土地公叫做贝公所以说让很多大埔这个六合境福德祠，大埔也是这个客语的大埔街所以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年特别别开生面征得庙方的合作，能够一起来用客家的方式来祭拜土地公。那我相信，借着文化的传扬跟交流，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福德正神这个土地公将的这个渊源那在这个共同的民间信仰里面，能够让土地公的这个传统民俗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不仅在于宗教，而且在于文化的传承这点是我们这次祭典的主要的目的。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1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疫情虽然有控制，但是为了避免社区可能存在传染风险，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连续10天到3月25号，将伫新营、柳营开设社区 PCR 采检站。卫生局长徐玉玲本人也穿上防护衫，亲身替民众来采检，用行动展现市府团队甲医护人员牵手徛伫第一线，阻挡疫情的决心。预估近10天要扩大筛检3000位的社区市民。日前伫咸水区、新营区的 COVID-19 相关个案，经过二次采检，个案相关接触者以及社区扩大筛检，总共累积1521人。所幸采检结果拢是阴性，但市府也是谨慎以对，将持续伫新营以及柳营开设社区筛检站，目标伫10天以内扩大筛检社区3000名民众。针对这次台南的一个疫情，虽然趋近稳定可是我们为了要找出社区的一个可能的潜在感染源，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在我们台南新营的一个卫生所、新营的一个体育场设社区筛检站，会连续筛检10天，然后再加上我们新营的太子宫、柳营的卫生所会筛3天，
那预期10天会筛检3000人次的一个 PCR， 也希望把我们台南市做更亲邻，让民众能够更安心。卫生局长徐玉玲本人也穿上防护衫，支援第一线筛检工作，用行动展现市府甲医护携手防堵疫情的决心。做筛检工作，医护人员都很辛苦啦。那今天刚好我也有空档在跟同仁一起来做这个筛检的工作。加快筛检站位置，分别伫咧新营区卫生所、体育场以及图书馆，还有柳营卫生所等等。市府呼吁市民要摕到身份证、健保卡、挂喙罨，依照通知的时间分流前往。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3月27号将跨国展开全球国际赛，国内外总共有16000多人参加。台南市71间学校，3700多位的学生参赛，录取的前10名同学，由市长黄伟哲颁奖，并且勉励将代表参加全国赛前3名的同学，为台南争取公赢。主席基金会一直以来拢是咧注重环保。嘛，甲要安怎甲环保传承予后一代列为重要的课题。即摆甲柏加莫合作，结合环保佮防灾议题，来用电动的方式，希望透过安尼方式，会当互学生对环保佮防灾议题有更深的印象。也希望说往后的话，有更多台南市的这些国小能够学生来参加。今年是第一次的一个比赛。那我们慈济基金会的这个用意、办的目的是希望说，我们从小栽培学生，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在环保防灾的教育之下，那落实在生活之中，为地球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市府嘛推动健康城市，佮有17个 SDGs 永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政策，期待会当达成永续环境的目标。市长会体嘛特别来到现场，为台南市得到前10名的同学来颁奖，并予因支持佮有勉励。在灌输正确的环保啦，还有防灾的概念，能够成为这个虚拟世界中的环保防灾勇士，在真实世界中又可以学习到环保防灾的知识这些这个我们非常感谢慈济基金会能够有这样子的好的一个活动，那举办，我们也希望鼓励更多的我们的同学能够参与，那这个听说现在接下来要打全国赛，还要打国际杯，先打亚洲杯，再打世界杯，这个真是让人们真的非常期待兴奋。如果说我们台南的孩子打世界杯得奖，再赶快回来市长可以表扬一下，那。搁要来到3月27号的柏加莫环保防灾国际赛，市长会替勉励前3名代表台南出赛的同学，会当搁一摆创下好的成绩，做伙会当成为台湾台南的之光。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让学生认识好尾了历史甲地理背景，复兴国中设计跨领域的课程，同时用入 GIS 资讯系统，让学生实际来演练。这项教学的成果展览正伫鲁文图书馆展出，将展到3月底，欢迎市民前往参观。复兴国中所展出好尾了的精细今生第一份，包括文史、地景、艺文、科学创意以及双语等跨领域的教学课程。参与创作学生对1年到3年拢有，都要分享因学习的成果。嘛，希望互在地住户做回来认识好尾了，其中利用 GIS 也就是地理资讯系统的平台，以老师的指导，学生加入中文小解，嘛实际处境做成360度的环境，相当有成就感。像它有中文介绍，然后也有英文的介绍，然后在这边也可以点看那附近的图片。也有环境的地图，就像 Google 街景车这样，但是跟 Google 街景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还有详细的说明。我去复兴国小跟学弟妹们分享，在关于这样子的互动中，我可以了解到现在小一点的小孩们比较不了解什么知识，所以让我可以充实自己不清楚的地方。
校区的位置好，为了复兴高中明显感受该中卫区的变化，所以课程当中嘛用的相关领域的课程。111年核选教育部甲下主业奖初选高中组得优，相当难能可贵。其中实地参与学生家长对家亲土地情感嘛拢有真深的感受。我们在那个下午走了5公里，绕了虎尾寮大半圈。那看到了有300多年历史的官地厅，然后还有就是了解那个虎尾寮的前世今生，然后让我们对这块土地连结更深的情感。看一看这个校史资料，没有想到看着看着觉得照片好熟悉，竟然出现了我的同学，竟然有我就跟女儿说，妈妈一直在你身边，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缘分。不枉我当初我自己跟我女儿现在跨区就读，因为我觉得复兴国中办校太优良了。好，那引起孩子对于我们社区的一个了解连结家乡的一个情怀。好，那也让就是从外地迁入的这个虎尾寮社区的这个民众都能够知道虎尾寮的一个过往。好，那也凝聚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就是向心力。好，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引领孩子去思考在快速变迁之下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管是社会或者是一些潜在的一个问题跟危机。好，然后让他们呢在透过科技、透过美学这样子的一个创发去找出所谓的问题。好，然后去尝试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该静态展览将到3月底为止，欢迎民众买当前往鲁文图书馆看卖学生的创作加丰富的人文资产。虎尾寮社区，欢迎大家一起来探险，赞！但新闻管及何秋邦采访报道。海岸商圈主办的2022台南甜点节，3月19号、20号将伫海岸路逢甲举办。活动集合台南将近30间的甜点名店，以及70间各式的美食业者，要互民众一概品尝到台南独特的甜蜜滋味。由海岸商圈主办的2022台南甜点节，今年迈入第2届举办。海岸商圈理事长黄顺平表示，台南在地饮食文化，和甜不只是食物调味，更差不多成为台南美食代名词。4位市集伫海岸商圈打造的梦幻组合，邀请到台南将近30间甜点好店，以及70间美食业者，希望透过活动，互甜甲在地文化影响，会当创造出更侪化学作用，互台南的甜文化有更清高的凝聚力。2022台南甜点节在海岸商圈，那这一次呢，我们集结了台南的甜点名店有一些很不错的甜点。像可丽露还有像我们花时间的产品还有我们经营酒店的产品等等之类的都集结在我们的海岸商圈要让家在周末享受甜滋滋的幸福啊！全唐城市蚂蚁人大暴动啦那我们的市长也是我们的全唐市长那这边除了有我们的甜点名店，还有我们的4位市集的一些手作摊商也会在我们这边做集合。不只是甜点甲美食，活动当中嘛有真侪文创以及手作单位通好买，甚至还有马戏表演、街头艺人的演出，互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好吃、好势又阁好耍。走走逛逛吃甜点，记得也呼吁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现场的防疫措施一定要记得戴口罩，配合我们现场的防疫指引。不要边走边吃我们定点饮食，逛得开心，吃得开心，也玩得安心。那欢迎大家，也有表演还有我们海放街头马戏跟一些缺席舞团的表演，邀请大朋友小朋友来享受一个甜滋滋幸福的周末。2022台南甜点节将伫3月19到20号2天登场。介意美食甲甜点的朋友，这个周末下晡一定要来海岸路行看看。台南新闻嘉硕为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嘉
里阁小有一项小路装置艺术，最近成为民众参观的新景点。这个装置艺术是由毕业班的学生发挥创意，将无碍刀啊椅啊结合在地产业打造出来。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伫咧家里阁小内底，咱看到真侪用插头所做的鹿仔，用各种的姿势放伫咧遐，非常的高水。这是家里国小今年准备要毕业的学生发挥创意，共同创作的装置艺术，同时嘛要留予学校做一个纪念。小朋友在彩绘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在画油漆跟画水彩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他们先上了底色之后呢，就开始依照自己原先设计的想法，开始着手去画。但是在画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受挫，因为第一个油漆的颜色跟水彩还是不一样的。再加上油漆刷跟水彩笔又不一样，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老师好难哦，所以其实很多组别都会不小心的画坏的又重新画，画坏又重新画，这样子花了2-3天的时间，他们才把他们自己小组设计出来的小路做最后的完成。内面目前有18只用插头所做的小鹿仔，每一件作品拢是透过囡仔因无限的想象力来完成。同时嘛，然后学校上好的毕业纪念礼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带状疱疹俗称皮蛇，虽然这种病大部分无生命危险，不过后遗症确实会让人听甲挡袂牢。贵综合病院内科部长吴尚德表示，针对中老年人皮蛇高危险群，会当选择注带状疱疹的疫苗，降低皮蛇的发生率。人的一生当中，每3人都有1位有机会得到带状疱疹，而且年纪愈大，机会嘛愈提高。带状疱疹的发生几率，跟免疫功能低下有关系。免疫力低下是随导带状疱疹病毒再次活化的重要因素。医师建议，患者如果有皮蛇的现象，要把握在72点钟内赶紧就医。疱疹实际上它比较困扰的部分就是它疱疹后的神经痛，它可能是可以到30天，也可能到3个月，那甚至有这些慢性的半年、1年、2年、5年、10年的都有，像这一类的病患他们就很困扰，所以我们要宣导这个疫苗，然后在这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希望在第一时间，就是发生的72个小时内，希望病患赶快来就诊。能够在第一时间好好的治疗，避免留下一些后遗症。另外，对着中老年人皮蛇高危险群来讲，目前有带状疱疹的疫苗会用来施打，会当明显降低皮蛇的发生率。是一剂当然这个是之后会在美国有上市第2代的，但是目前台湾就是这一种一剂的，那第2代的是2剂，那个就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那目前就是这一剂药效大概7到10年，如果这个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追加？这个可以再讨论。医师吴尚德呼吁，根据疾病管制署接种预防的说明，建议50岁以上唔捌施打带状疱疹的疫苗者，无论进前是唔是有水痘，或者是带状疱疹的病史，建议应该爱施打活性减毒的带状疱疹疫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爬山更加安全，内政部推出国家公园步道分级系统，同时也翕山道底片来推广爬山安全。寿山国家自然公园都呼吁民众，虽然寿山的步道难度拢无悬，不过也是爱注意上山落山的时间，才会当安全回去厝内。我就第一次跟这个。为了传达登山的行前准备与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内政部推出国家公园的步道分级制度，根据里程难度将步道分成0到6级。资管署说明，寿山国家公园拥有多条步道，但是长度都不长，所以基本都是1级。寿山的这个步道大致上都经过这个我们管理处去建制整理之后都没有特别危险的步道那唯一的情况就是离开步道进入山林小径尤其通往军方的这个管制的这个辖区它的地形会比较崎岖，路径较不明显。那这一类的，它的潜在风险
就会比较大。近期柴山发生游客迷途的事件，资管处提醒，秋冬时期天气变化大，且日落时间较早，呼吁民众还是要做好事前准备，多利用离线地图与119报案 APP。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上下山的时间，才不会遇上天黑迷途。如果要来登寿山的话，那你最好要选择在下午3点钟之前就开始上山那到了下午4点之后，我们呼吁千万不要再上山那因为以目前秋冬的季节大概5点半以后天色就逐渐昏暗下来那你在没有充分的灯光照明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内政部推出国家公园步道分级，更拍摄影片宣导行前准备的重要，提醒民众山永远都在，做好体能评估与准备，才能够找到安全回家的路。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拉面店开业10灯，可能无稀奇。不过，伫号称美食校园镇区的高雄鼎中路，就爱真有实力。这间店的拉面不止汤头有特色，而且店内煎猪排，嘛互人客学了甲会搭子。咱做回来看卖。冬天除了吃火锅，其实来上一碗热乎乎且浓郁汤头的拉面，也是可以温暖你的心的。今天带各位来的这家拉面店，就有许多种口味的拉面让你选择。那我来介绍我们的葱烧奶油，因为本身的汤底是浓厚的，那你再加上大量的葱，然后油葱酥，然后再加上奶油。那其实大量的葱跟油葱酥，你只要热汤一冲下去，整个葱的香气融进在那个汤头里面的时候，它汤头是非常的甜。那非常的甜之余，再来就是奶油。当你奶油碰到面条的时候，那面条是非常的滑嫩，所以整个的口感、香气加滑嫩口感吃下去，是我们店里面非常非常畅销的一个葱烧奶油拉面。有些人不吃辣，那我们就用推荐葱烧奶油；那有些偏辣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地狱拉面。那我们的地狱拉面的辣椒是自己炒的，是用我们的朝天椒以及我们加了某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辣椒的一个搭配。那因为它的辣酱跟它的辣整个冲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香气的辣就出来了。然后你吃下去的辣是会辣，而不会是说那一种很口干舌燥的辣。那辣度的话，我们是可以做调整，因为我们本身是用豚骨的汤底为底。那我们会加一般的话，没讲的话，我们就用中辣。那除非你想要尝试看看，我们就用小辣。那如果你是4辣成瘾的话，我们就可以没关系，我们尽量加到你辣到你喜欢的口感都可以。店里除了拉面之外，还有一项人气商品是来这里必点的招牌哦。我们的店里面的招牌是厚切猪排，它是整条的里脊肉拿过来，然后我们做去筋，然后再切出我们所要的重量，腌制我们特别的一个那个腌粉。那腌制之后，我们再沾上我们的那个姜粉，之后再裹上我们的那个面包粉。那边面包粉我们特别推荐，我们是从日本进口的那种面包粉，粗了颗粒的面包粉，它吃起来口感它是不会甘油，不会含油，它炸起来就是不会含油的，而且是非常的脆。所以我们的炸猪排真的卖得很好，也非常推荐我们的朋友可以试着吃看看。如果你是到处追逐不同口味的拉面爱好者，推荐你来这边试一试，顺便点一份人气炸猪排，美味的程度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记者许纯清、周福庆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